揸住部保時捷 Macan， 想聽歌對住老款原廠車機，整半日都連唔上藍牙，導航又卡又唔好用，車機屏幕太細，睇都睇唔清。你要做嘅唔係用耐心去習慣呢台車機，而係將部車機改到匹配你嘅使用習慣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為車主提供 Macan CarLink 2.0車機升級雙聯屏腦改新方案，超寬雙聯屏延伸到副駕，朋友坐上車輕鬆共享樂趣。唔單止係藍牙，車機支持 CarLink 2.0，同時支持 Apple 同 Android 手機應用投射，打電話、聽音樂、睇導航，一觸即得，無需等待。讓放心嘅車房服務你部車，用可靠嘅車機服務你嘅生活。